嚟啦喂，開始啦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道聽途書，我係阿姐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《與成功有約》呢本書嘅核心理念係通過養成7個習慣，幫助我哋實現個人成長。想知點樣打造一個高效又有意義嘅人生？咁就記得聽到尾啦。《與成功有約》係由美國著名管理學大師 Stephen Covey 所寫嘅經典作品。佢提出咗7個習慣，幫助我哋由個人勝利開始，學識掌控自己，再到公開勝利，同人合作建立有影響力嘅關係，最後達到自我更新、持續進步、保持平衡嘅人生。接住落嚟，我會將呢7個習慣分成3個部分，同大家一一分享。第一部分係個人勝利，核心係先管理自己，讓自己變強。第一個習慣，積極主動，主動選擇你嘅態度，掌控人生。唔好抱怨環境或者其他人，專注我可以改變到啲咩，聚焦影響圈，將精力放喺你可以控制到嘅事情上，而唔係浪費精力喺一啲關注圈，抱怨無法改變嘅事情上邊。例如工作遇到難題嘅時候，唔好就係話好難啊，而係問我可以點樣做，我可以點樣改善，改變心態，幫你揾到人生嘅主導權。第二個習慣，以終為始，先諗清楚目標，之後先再行動。無論做咩事都要有清晰嘅方向，好似起樓之前都需要藍圖一樣。建議大家寫低個人使命嘅宣言，清楚知道你自己人生目標，並作為人生指南。每一步決定都要同你嘅終極目標聯繫起來。如果你嘅使命係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人，咁每日嘅行動就會圍繞住呢個目標，例如幫人或者學習，而唔係迷失喺一啲瑣事當中。有目標，點樣管理時間去實現？第3個習慣，要事第一，優先處理最重要嘅事，使用時間管理矩陣，專注於重要但唔緊急嘅事，例如學習同埋健康管理。唔好俾一啲緊急但唔重要嘅事浪費自己嘅時間。例如每朝用5分鐘規劃一日嘅任務，確保你有時間處理長期嘅目標，而唔係浪費時間喺一啲冇意義嘅任務上。第二部分，公開勝利。當我哋掌控咗自己之後，就可以注重同其他人嘅合作同埋互動。第4個習慣，雙贏思維，合作追求互利共贏。雙贏唔係妥協，而係尋求雙方都滿意嘅解決方案，平衡勇氣同埋體諒，既捍衛自己嘅利益，亦尊重對方嘅需求。例如商業談判中，唔好淨係堅持壓低對方嘅價格，而係探索對雙方都有益嘅合作方式，建立長期嘅信任。合作要成功，溝通係關鍵。第5個習慣，知彼解己，核心係先傾聽後表達。真正嘅溝通係從理解對方開始，學習用同理心聆聽，減少誤解，建立深層信任。例如同同事討論嘅時候，唔好急住反駁，而係反問點解你會咁諗，了解對方觀點之後，再表達自己嘅建議，溝通效果會更加好，大家會更加容易達成共識。第6個習慣，統合綜效 Synergy， 核心係團隊合作，創造1+1大過2嘅效果。善用每個人嘅長處，包容多樣性，接納唔同嘅觀點，激發創新，讓合作成果超越個人能力嘅總和。例如團隊努力震盪 brainstorm 嘅時候，鼓勵大家發表唔同意見，然後整合出最好嘅解決方案。呢個就係統合綜效 Synergy 嘅力量。去到第3部分，自我更新，亦係去到最尾第7個習慣，不斷更新。核心就係持續投資自己，保持平衡同埋活力，不斷學習、運動、反思，令到身體、心理、智力、情感4方面持續更新，令自己保持最佳狀態。呢個習慣係令前面6個習慣持續發揮最佳效果嘅關鍵。每日花15分鐘時間運動、讀書或者靜落嚟思考人生目標，幫你保持最佳狀態。總結，與成功有約，呢7個習慣為我哋提供咗一個清晰嘅人生藍圖。個人勝利習慣1至3裏邊，積極主動，以終為始，要事第一，係幫你掌控人生。公開勝利習慣4至6裏邊，雙贏思維，知彼解己，統合綜效，建立有影響力嘅關係。跟住自我更新習慣7，持續進步，保持平衡同埋活力。建議大家由第1個習慣開始，試下聚焦你嘅影響圈，或者今晚寫低一個簡單嘅個人使命宣言。當你實踐咗呢啲習慣之後，你嘅人生一定會變得更加高效，更加有意義。到咗評分環節嘅時間啦，書本結構清晰，
每個章節都有明確嘅框架，但部分章節偏重理論同哲學，需要讀者投入更多時間去消化深層嘅概念，所以易讀程度我會俾3.5粒星。作者提出嘅7個習慣框架，涵蓋咗人生好多核心領域，例如時間管理、人際關係同自我成長上，對職場同埋生活都好啱用，所以實用程度我會俾4.5粒星。綜合圖書度我會俾4粒星。阿姐4星誠意推介《與成功有約》，一本值得反覆閱讀，幫助你提升效能同生活質素嘅書。今次分享到呢度啦，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加入道聽圖書說書會，一齊睇更多好書分享。依家除咗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影片分享外，大家仲可以喺 YouTube Music、Spotify 同 Apple 上邊聽到道聽圖書嘅 Podcast。如果你鍾意我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撳埋鐘仔啊！Stay tuned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